軌上蓋嘅物業底商咧就係珠海龍頭嘅華發集團啦。咁我哋華發商都就喺樓下啦。咁我哋對面咧就係珠海國展會展中心啦。咁底下咧仲有我哋嘅十字門隧道，揸車大約1個字咧就可以去到橫琴啦。你可以直接就可以睇到我哋嘅澳門塔尖噶。嗱，講真一句啦，呢度揸車翻去到我哋港珠澳大橋咧，大約都係2個字嘅時間。嗱，今日咧就唔推養老嘅盤噶啦，亦唔偏 CP 地段，啱唔啱你啊？先睇翻呢個景啦，嗱，整個澳門盡收於眼底啊！你無論話澳門嘅煙花節睇煙花啦，定係睇呢個景觀，簡直就係無敵啦！喺珠海十字門下底下就係我哋嘅華發商都，隔離就係橫琴噶啦。呢個2房嘅單位精裝交付，你閒閒地放咗出去咧，都達到3500左右噶。嗱，佢呢度嘅得房率咧，2房嘅單位係達到90%嘅，佢亦有大則嘅單位噶啦，就係85平方做到3房2廳2衛啊。好似我哋廚房嘅交標咧，都係西門子品牌所睇到嘅，全部都係交好標準。到時候入住咧就買啲家私啊、家電就可以入住噶啦。華發出品靠譜啊，佢自己承包，唔係外包出去啊，你自己放租出去收益咧，係華發直接打翻俾你賬戶入邊嘅。而家推翻出嚟嘅咧就係我哋嘅天匯產品啦，佢一共咧就得5棟樓嘅，係一個細型少少嘅小區嚟嘅，有我哋3棟住宅啦，有2棟嘅就係我哋嘅商業嚟嘅。嗱，講真一句，佢買緊嘅咧就係得2個戶型，第一個戶型咧就係58平方嘅2房2廳1衛啦，佢總價咧係130萬，首期19個就可以上車噶啦。佢月供咧去到4600啊，咁你話想放租出去嘅咧，華發嘅咧係大概俾翻到咧係3500蚊一個月，自己俾月供咧就係900蚊啦。第2個戶型就係85平方嘅3房2廳1衛啦，總價就係200萬左右啦。咁佢嘅咧戶型一層就係得2個咋，佢係喺單標位嘅。嗱，整個嚟講咧，佢係有缺點嘅，缺點咧係點咧？即係話咧佢係6梯16伙，戶型比較多啦，即係相當於嚟講咧，你話上落班啊，等嘅電梯就會耐少少啦。嗱，各位港澳街坊朋友，你想了解十字門更多嘅購房資料，以及於戶型啊預算嘅咧，喺評論區打個賞頁，我發個詳細資料俾你。我哋下期再見。